首先喺呢一度咧，就想同所有今次受影響嘅人啦，我屋企人啦，我太太啦，講聲對唔住嘅。喺呢一件事裏邊咧，其實完完全全都係我一個人嘅錯。我再次鄭重同我嘅屋企人，所有受影響嘅人嚟到去致歉。備受無線高層余詠珊器重嘅東張西望主持李潤廷，舊年由有線轉投無線擔任主播，前途一片光明。可惜近日佢就被爆背妻偷食，搭上以為人妻嘅小三 Tiffany。呢日 Eric 更加被急召返電視城照肺。經過高層余詠珊個幾鐘頭嘅訓話之後，佢就喺無線企業傳訊部助理總監蘇燦榮同埋非戲劇分部經理張志明嘅陪同之下召開記者會，除咗道歉，更加兩度鞠躬。呢個時候除咗係認錯之外咧，我哋只可以係去做翻個男人去承擔翻呢一個責任。件事件曝光咗之後嘅話，咁我係有嘅。你老婆講啲咩？當然係傷心同埋失望啦。咁所以呢一刻嘅話，咁我亦都覺得我係應該要承擔翻呢一個責任。咁同第三者有冇聯絡過？即係至今。而家係處於一個冷靜期，亦都覺得唔應該再去聯絡咯。我絕對尊重我太太嘅決定，我絕對尊重 Crystal 嘅決定。佢呢一刻會選擇離婚。雙方家長有啲咩表示？即係有啲咩感受？我相信最大嘅感受就係對我嘅失望啦。父母會責怪你？暫時未同佢溝通到。係咪嬲你啊？你父母？我暫時唔知道公司係咩決定嘅，咁但係如果公司有任何決定嘅話咧，我都會欣然接受嘅。老婆選擇離婚，父母嬲爆唔聯絡，同小三絕交，再加上隨時被炒 ，Eric 即時變四室出軌男。佢喺記者會嘅表現更加被指冇悔意。不過余詠珊同樂易玲出席 TVB 職藝員聯歡晚宴2016嗰陣就唔覺得 Eric 係咁啦。佢對住我傾嘅時候，其實佢係好後悔，同埋其實佢冇諗過，原來佢冇諗過件事可以係去到一個咁嘅狀況，個心就好後悔㗎啦嚇。至於你話點樣可以表達喺好多人嘅心目中，佢點樣可以好唔係即係表達到佢好後悔呢樣嘢，可能其實個人個程度有啲唔同。公司嘅立場咧，我哋喺而家開始咧就會停佢一段時間，即係我哋希望佢放假先啦嚇，咁樣睇下過多1-2個月之後，我哋先會再諗，其實睇下可以點樣處理啦。如果件事可以好解決得比較圓滿啲，咁我哋就覺得睇下未來佢有冇機會可以復職啦。實有悔意啦，咁大劑。以我係女人嘅角度嚟講，我梗係覺得好錯啦。即係個公眾人物就要有公眾人物嘅責任咯。咁我覺得今次佢係真係辜負咗，即係公司俾咁多機會佢啦。至於事件嘅另一主角小三 Tiffany 被揭已婚，老公係上市公司執行董事。記者到訪公司嘅時候，職員就話老闆唔接受訪問，直至到公司閂門都未見 Tiffany 嘅老公，唔知道佢係咪因為受婚外情打擊而冇返工啊？